加西德勒，加西德勒，你好，你好，你好，泰语怎么说？你好，真的，我在台湾学中文3年，嗯，大家都说，哎，你中文不错。可是现在你完全彻底打败了我，没有了，没有了。你这个美国人啊！对对，美国人，但是我的中文还不是很好啊。不只是这个中文普通话好，还台语都这么的精准的，怎么说的非常好。可以讲一点，可以讲一点，因为我刚来台湾的时候啊，我是住南部高雄，我在高雄读佛学院，然后我读佛学院的时候，特别是80年代、90年代，很少有人可以讲英文啊，然后很多我们师兄弟们都是讲台语，师傅讲国语的，所以国语不好，台语也不好，但是被逼的要讲出来。80年代的时候，你是大概几岁啊？这个会不会透露很多？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我没有，20岁的时候。OK， 好的。我们现在从头来，对吧？我说的从头来不是从头录啊，这是话从头开始讲啊。因为你是美国人，80年代来台湾学中文、学佛法啊。那请问你更早有没有接触佛法？在美国的时候有，在美国我已经什么样的机缘下接触什么样的因为传承？我父母也是佛教徒。哇哦！我已经是那个美国以前我们有一个说法富二代 ，Dharma Brat， 我们都是完全我是美国人，但是也是父母是佛教徒然后呢？然后呢，所以我父母每个礼拜带我去寺院当义工啊，参加佛青会呀。然后因为我是从美国洛杉矶来的，洛杉矶有很多的亚洲人，然后各地的寺院都有，南传、北传、金刚城的，韩国、日本、泰国、缅甸，哪里的台湾的都有。台湾的重要的佛教团体都在佛光山、中台禅寺啊、慈济啊、法鼓山都有分院。是。所以从哪个环境，我都在那边长大。那你的父母是主要是南传还是藏传还是韩传？真的讲是比较偏日本佛教跟南传。就是 Zen Buddhism，因为他们是50年代的时候接触，对，50、60年代。初中崇拜仁波切的朋友对不是一个 Zen 对 ，Suzuki Roshi San Francisco Zen Center。对，然后我妈妈一些朋友是秋空仁波切的朋友了。对，所以都是那一代的时候开始了。所以呢，那你一开始也接触的也是比较日本的这个 Zen 比较多。都有，因为我父母的家附近走路3分钟有南传的道场。我们每个礼拜都有去日本的道场。我也很认识几个老和尚，是台湾的老和尚。所以香化上人你见过吗？有见过。哇！我对他有比较这个莫名的非常崇拜或者就是那种敬仰。是啊，真的是很特别。其实也不是莫名，我翻译那个六祖坛经的时候，我看过很多的关于六祖坛经的这个介绍，不是解说后来整理成书的那样的。那这个当中我最受益的就是香化上人那个。香化上人他的大徒弟恒释法师我听他讲那个《华严经》，我超喜欢。还有香化上人有一个弟子，美国人，个子高高的，现在70多岁，上次在澳大利亚的佛教大会有来，中文非常好的，很好。他叫什么名字？恒释法师。他就是恒释法师。恒释法师，他讲《华严经》非常好，非常棒。他是道地的美国人。是道地的美国人。那个我们西藏人说的这个plan。对，我是黄头发，是老外，他真的是老外，他是真的，他是忘记了是Ohio 还是美国的东部的人，
然后他真的出家45还是50年哦。哇！他真的是长老啊，真的是一个大长老，完全是这样。我上次很想跟他做一个访谈，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时间，因为他在佛教大会什么一个大的一个 event，所以呢，就我也没有单独接触过他。啊，但是他当时候的这个大会的，就是那种主持，所以呢，就是他的中文非常好。真的，然后也不是。还有呢，那你什么时候开始接触金刚乘呢？因为金刚乘应该是洛杉矶那个时候是少数的。对，但是有，比如说Chatutul Rinpoche，他有道场，还有每年他们有那个 Chud 的 practice， 什么叫Black Droma。Okay, Dorma. Black Dorma. Okay. Yeah, Black Droma. Okay. And Chud practice. Okay, 就这个端法。对，是法了。四声法。四声法，所以我们。因为藏文没问题，因为现在洋人啊，就是西方人都学藏传佛教，都很喜欢用原始的这个冥想嘛。是。所以这个其实是很好，我经常大家鼓励着你们要这个知道藏文的，至少是这些冥想，这个冥想比较有特别的含义在里面。然后有另外一个人不写，常常会来洛杉矶，然后跟很多华人安排上课啊、灌顶啊、Lama Tarchin 人不写。OK， 不知道。因为早期的嘛。都是早期的，那他已经远去了。然后他都比较多都是宁嘛。那洛杉矶呢，就是那个珍珠法王。珍珠法王也见过。有。在那边见的。对，有的是在East Coast 的几个地方啊，是啊。那什么样的机缘你是要出家的？因为出家和学佛是完全是两个层面的，学佛是相对就是比较信佛。我很年轻的时候，我给我父母讲，我说我长大以后一定要出家。OK。然后他们说哦，真的好 OK， 我们支持你，但是大学也要给我毕业哦。这很理性的。一定的，因为我父母本身就是很注重教育的，所以他们然后说 OK 好，我一定大学读完了，然后我出家。OK。所以我大学读完了，然后来台湾读佛学院。刚刚好这个是88年开始，台湾的佛教的团体进来洛杉矶。然后有一些因缘啊，我有机会可以来台湾佛光山读佛学院，然后出家三堂大姐都在台湾这里，所以我很开心啊。然后我父母很开心我出家，因为台湾其实是就像我们以前呢，就是印度是一个佛教圣地，对不对？那当然是整个藏传佛教来讲的话呢，藏地肯定是一个毫无疑问的是一个佛教圣地，或者我们真正的传承的各方面的源头，对吧？聚集的地方了。在台湾呢，我发现是整个的华人的汉传佛教的，现在目前来讲的话呢，真的是这个一个那个就是源头，或者他这个大家都愿意来学习或值得学习的地方。因为我上次在像马来西亚的华人呐，其他地方越南的，甚至很多都来台湾学习佛法。我出家的人真的讲到这个以前哈，特别是80、90年代、20年代啊，到10几年代，所有的华人他们要受比丘戒，是一定要来台湾。读佛学院在台湾，马来西亚偶尔会办一个三堂大戒，但是以前啊，你要找真正汉传的长老，在香港、在台湾，所以很少别的国家有大的汉人可以办这种的活动。所以大家要知道，台湾其实是一个汉传佛教的佛法重土，是吧？是。还有它旧汉传佛教。因为文化革命的时候，因为很多的原因破坏中国汉地的地方的佛教，是很多的老和尚从那个中国来台湾，还是当地的保留汉传佛教，所以他可以重新开始啊。
然后它开始发展，特别是70、80年代，台湾的佛教开始发展，然后开始影响所有的地方。所以你问任何的长老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你在那里读佛学院，你在那里受戒，85%到90%会说台湾。我也有认识的一些马来西亚那些的法师，他们都是来台湾读佛学院，就像现在我们去三大寺院和这个新都和西藏的佛学院拉拢啊什么来，然后学习回去那种概念。而且今天呢，我也其实谈到，就是佛光山，和还有就像这个南华经这个星云大师。他们是不但是对佛教有贡献，还有整个的华人的传统文化、中国文化，就是发扬光大的一个。他是不可取代的人物。这个佛光山真的是第一个台湾佛教的团体到国外去，到各地有中国人的地方，都会开始弘扬佛法。你现在你去任何的海外有过多的华人的话，你会看到佛光山、慈济、法鼓山，他们真的有发这个大愿，要推广佛教，推广传统文化。我现在住在悉尼。那悉尼的这个南天寺是南半球最大的佛教寺。是。那老生记我也去过。西来寺。佛光山的西来寺。是啊，我们都是最早去的啊。西来寺。最早去的啊。开幕的时候啊，1988年11月19日，我们都在。所以真的是，哎呀，我真的感恩台湾，给我大的机会可以学习佛法，给我。那什么叫三堂大戒？三堂大戒是我们来受三探，对，贪嗔的嗔，所以是受三密戒、比丘戒、菩萨戒。然后刚刚好，我受戒的时候是3个月的戒坛，所以90天。这个这个长的过程是怎么样？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可以稍微的分享一下。真的是一种很开心的时间呢。我们真的第1个月我们在学习三密戒，然后我们有一些长老，比如说英海长老从美国特地飞回来教我们1个月三密戒。然后呢，第2个是比丘戒1个月，然后第3个月学习菩萨戒，然后戒坛里面教我们唯一基本的佛法，我们一定要了解。我们戒律的重点在我们修行的当中啊，然后但是也是给我们一个殊胜的人间佛教的教义。佛法是在我们的人间，修菩萨道一定是在这个人间救所有的众生。我们看到那里有苦难灾难，我们一定要出去帮忙啊！所以这个是我真的很感恩，我可以参加这样子的一个戒坛，非常的完成。还有我们有出去托钵，我们到各地台湾的地方啊，走路托钵啊，500个人一起托钵，第一次台湾做的那么大，这个我很开心来自的时候，然后学很多，然后我看到很多我们是兄弟们啊，那一代出家的时候，现在在各地的国家弘扬佛法，为的下一代真的很认真的要推广佛教的精神啊。不管你是什么宗教，什么样子的人，都是为了让他们离苦得乐。我真的很佩服，也很感恩台湾的佛教长老，因为他们真的有保佑中国佛教。因为真的讲，快灭掉的时候啊，汉传佛教对那个文革啊，真的已经从1949年到80年代啊，阿弥陀佛。对，我知道。所以呢，你就是在汉传佛教就这样学习的。那你有接触过南传佛教吗？有。怎么接触？去哪里？去哪里？洛杉矶。又是都是洛杉矶。你看起来是原地踏步，但是你实际上是走向世界了，所以这个是非常高。洛杉矶是非常国际化的一个地方了啊。真的是国际化的。佛教国际。真的，
刚刚好，我在洛杉矶有一个道场是菩提寺。菩提寺的住持他是斯里兰卡的人，但是他是南京大学的博士。斯里兰卡的人，他也是早期在香港帮忙成立很多佛教的初中啊、高中啊，这是70、80年代的时候啊。然后他是南传的，但是完全会讲国语、广东话、英文。然后很多年我都会在那边帮忙，所以有接触南传佛教，还有我有因缘的接触那个泰国的阿姜茶。OK， 阿姜茶。阿姜茶。阿姜茶是什么？是一个长老的名字。对啊。对，然后他自己有什么独特的传承吗？有，他们的传承是 forest tradition， 所以他们都是苦修的。他们的法是很严格修节律啊，他到现在也是很多外国的弟子啊，在英国啊、澳大利亚，阿姜 Brown 是他的师傅啊，所以他们影响很多的佛教在国外。阿姜 Brown 是不是那个澳大利亚这个 Perth 的一个森林里？对，我去过这个地方。对，我去过这个地方。他的师傅很影响啊，因为他们是最早期的南传去英国、欧洲，所以他们有开放一些道场，所以我也是有因缘跟他们一些的师傅啊学习基本的南传的 Vipassana Samantha meditation 啊，因为很重要啊。那你能不能更进一步分享一下你在台湾法鼓山佛学院？佛冈山的佛学院里面，你读的主要是什么内容？因为我知道汉传佛教比较注重静，佛经的部分，藏传是论来学习的，就是从论学习。这个从我也一定要加一个从，实际上两个都有，汉传也有经论，藏传也有经论，但是呢，汉传主要是应该是从经跟论一起学习，一定要学习。经的话呢，有些呢就是说楞伽经、华严经各种经，对吧？您那个时候是比较主要学习内容是哪？是阿含，因为阿含经但是 OK， 所以我们佛学院呢有学阿含经介绍的，还有基本重要的汉传佛教的经典，说《金刚经》、《法华经》阿弥陀三经。地藏经，然后我自己很喜欢法华经，所以我也一直有研究法华经。然后佛光山还有一种的教义是非常好，是人间佛教。所以人间佛教的意思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要学习佛法，要用佛法，所以他们有给我们很多的机会，安排很多的活动，特别是80、90年代，他们会办很多的活动，为佛教推广佛教到大家各个地方会了解啊。所以，比如说美国开始有做西来大学，在台湾有佛光大学、南华大学开始了，然后全力的佛光会是到各地的地方去，然后办的不同的文化的课程、教义的课程。佛法的课程。那我想问的是，你自己这些接触过的佛经当中，一部经你自己最喜欢、最相应的这个说的话这个是很难哦，这是很难。比较3个。OK。第一《法华经》，为什么菩萨道？因为我知道你背景是美国人，所以我角度是这样放。展现出我在你的眼前，假装我是很 relax、很自在，然后就很开放的要问你问题。但是我不知道实际上有没有这样做。当然，我是真的是发自内心，问题是发自内心的。正因为每个的故事，每个你比如说我喜欢这个东西，这个背后一定会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其实很代表性的，至少您个人的角度，从个人的这个心路历程。或者这个佛法学习来讲的话呢，也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所以您不好意思继续讲这个为什么喜欢佛法？为什么谦卑心 ？OK。观音菩萨谦卑心，阿波罗提出来了。因为阿波罗提出来，因为我妈妈从小都有拜普门品，
等等呀等等的，然后可以忏悔，灭掉很多的障碍。所以我法华经有一字一拜10次，所以全部的那个法华经一字一拜是什么概念？一字一拜比如说一个汉传佛教弟子啊，我们讲无家心这个，现在什么是无家心，什么是家心，他们是有点一头雾水了。所以藏传佛教的如果一个信徒，他们听到一字一拜，可能听不懂是什么概念。他的意思是我们感觉每一个字在一个佛经里面是佛，对，是一个佛，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身口意，我们全身体拜下去每一个字。比如说如是我闻，就是每一个字就是拜一是字。我闻4个字已经要拜4次了，对呀。然后前面你要念南无妙法莲华经，南无后人不求。对，南无妙法莲华经，对，这个是日本人说的。日本人我莫名其妙的，其实是这个 YouTube 里面有可能南无后人不求，南无后人不求，南无很有感觉的。是啊，因为这个是一个早期的一种的教育。在美国修这种的法门日莲宗特别多苏嘎嘎开有超过100万的信徒。台湾创协会不少很多，所以因为我妈妈求观音菩萨有送一个儿子然后所以我妈妈一直都有拜你就是那个观音菩萨是？没有。不是，我是说真的是这个，他们说那个有了，所以我上次有一个也有一个歌手有做个访谈的。他说是他的妈妈，就是因为他的妈妈生了一个孩子，然后一直念度母，念，最后有他妈妈相信这是度母给他的加持嘛。我是这个角度说的。是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说法，但这帮助我很多。我感觉前辈是从小到大都帮助我很多，特别有一些的障碍要出家，特别是我是外国人，我来台湾一句的中文都不会讲。OK。我会说阿弥陀佛，谢谢，这样子。OK。我都是空的来台湾学习空的来读佛学院，空的来完全都不会我们当时跨越喜马拉雅山去印度，大家都是为什么去，怎么去，其实没有什么标准答案，都是那种信念、信佛，心中有一个上师和三宝。其实是这个时候就是看起来很纯，没有任何的这种保障，没有任何的准备，就是去。印度人生地不熟，我在印度待了那么多年，现在还不会一句话都不会说，就这样。但是呢，你来台湾的最大的动力也就是佛法，是吧？对，我是来这里是为了佛法，为了皈依三宝，为了靠近传统佛教的一个文化的地区那所以呢，法华莲华经有多少字啊？我好像66000多个。66000多 ，OK。然后我拜的4次。是，所以呢，我们无家信的时候要10万遍，那你是几十万遍了。你学藏传的话，就是现在就不用 visa 了。开玩笑。不，这个是真的很重要，帮助我很多，特别是处理一些的障碍，我可以顺利的出家、受戒都有。然后为了法院帮助我妈妈、爸爸身体不好的时候拜。您知道吗？我曾经看过星云大师。接受这个凤凰卫视是吧？香港。凤凰卫视。不是佛光。凤凰卫视对。那个里面星云大师有讲到他小时候，可能他说是我不太记得是不是说他比较笨，然后一直祈请观世音菩萨，他得到观音菩萨的加持。法鼓山的圣严法师。佛光山的星云大师。佛光山的星云大师。他说是他的，所以呢，他开始就是比较有智慧了，他亲口承认了所以我觉得非常了不起，确实是这个那个星云大师非常有智慧的。汉地的地方真的跟清瑞是真的有殊胜的因缘，很多台湾的老和尚都是拜那个观音菩萨救他们，特别是50年代他们来这里的时候，法鼓山中台山很多长老都是很注重拜观音菩萨、观音法门。是，那您接触藏传佛教接触到什么程度可以
就是很浅，对但是有皈依，然后有做轮者，是都苏就是嘉信、信无信、自信都做了啊。有做了。那现在这些的老米当中啊，台湾的说法了，你们老米当中也不一定有完成儒家信的啊，有些这是年纪上就是已经老米了，所以你已经专注修汉传佛教的前提下啊，还藏传的儒家信也完成了，因为很了不起啊。因为为什么？因为我感觉我是美国人，对，我要真的我们要让佛法来西方的国家，每一个特色佛教的都要学习，都要了解。每一个传承的特色都要学习。因为佛陀讲84000的法门啊，所以我感觉我有自己的功课，但是我学习别的会让我更殊胜了解我的修行的当中啊。然后以前有机会都会参加那个圆满的闭关，对啊，周间的大圆满的，大圆满的。哎呀，那你透露一下你的大圆满的上师是谁啊？等一下给这，没有，有一些跟拉玛塔见面不是查德图夫，有几个在美国，他们都有，还有Oh my gosh。真的不不起。Of course，天津of course，天津。我读到你的信了。对，因为我上次去洛杉矶，你知道一个叫桑迪卡州吗？ Yes, of course。我跟他做一个专访，我住在他们家里住了一个晚上，我跟他就是讲了4个小时，也是这样子坐在一个沙发上。因为我经常从中碰到我们没有什么器材，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专业的这种那个安排，就是随时随地，我说你是怎么样？对，然后我从因为他那个区里面有东西陈诺不仁波切当时住的地方嘛，我在那边外面就是拍了一下，绕了一圈，我知道他是很了不起的，真的。所以你从那边得到过法，OK， 所以我相信你不是想不起来，舍不得说了，太珍贵。无论如何，他是大圆满的一个上师，真的是这。所以我觉得你这样的学习对佛法带入西方，确实不能以前的那个传统的想法说那是汉传，那是藏传，那个是密教，那个是藏教，这个是喇嘛教，你知道吗？台湾有很多这些不好听的名字都有。是啊。所以有时候是这些的我们佛教，所以他们自称为唯一的佛教，这个有时候也有地方性。今天说一点点坏话当然台湾有非常了不起的地方，在前面也说了，后面也说，但是有一些地方性的这种很多的那种有一些用词啊。但是呢，实际上呢，你要佛法带入西方，这些很重要。同时，从个人的修持角度也特别重要。而且你现在人在台湾，面对这个汉传佛教，用中文讲述这些3大传承，这种融合的概念和你自己的这方面的这个修学的经历是非常珍贵的。因为说白了，台湾的汉传佛教有时候对藏传佛教、南传都可能有一些偏见，那藏地的藏传佛教一样对汉地的佛教有偏见啊，不是这是台湾唯一的啊，这个台湾可以放心，不是只有他们的。你怎么看待这个汉传、藏传、南传的这个3大传承的内容一起学习的时候呢？你是觉得他们每个有什么特点？这个是我真的感觉每一个有重要的特点。是我感觉南传佛教他们持戒，对，还有他们的入定的一些方式，还有他们了解阿罗汉果，是非常好。我要度所有的众生，我自己要先度啊，我自己要解脱，我没有解脱，我怎么帮助别人？对。汉传佛教的大乘佛教，他菩萨道 ，OK， 好，我要救所有的人，所以我要主动出去。在台湾，你看到慈济呀，多少的真的有出去，让大家都可以救他们啊。所以这个是我，还有
台湾的基本的的教义的佛教，我感觉非常好。唯一达成的方法，金刚城方便法门啊。对。金刚城不管是藏传还是日本的真言宗，它的方便法门的力量非常好。还有让你切你的烦恼，世界让你看你自己的本性，这个是藏传跟金刚城的非常非常重要。然后因为我有很有福报，我有机会去日本读书，去泰国、缅甸、斯里兰卡韩国不同的佛教的国家，每一个地方的佛教有它自己美的地方，帮助的地方，融入当地的地方文化的特色，然后每一个有一种的特色，我们可以学到。我感觉每一个是一个宝，不一样，因为佛陀也是一样。我有糖尿病，你有高血压，佛陀给你高血压的药，不是糖尿病的药他给我们需要什么？对。所以每一个国家需要不一样的佛法，不一样的可以面对、理解它的障碍，然后什么面对，然后什么改变。所以每一个我感觉都有它的特色、重要、好的地方然后我们的世界越来越小，不是越来越大。所以以前大家不了解，不会沟通，知道了解，现在可以理解，但是现在不可以。现不通。完全不一样。你看那个一展我们在美国哪里都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有这种的科技那么发达，一定要用到，一定要互相的了解100多年以前100多年以前有一些重要的论，特别是跟净土宗有关系汉地方已经灭掉，没有那一本书日本有，日本保留的。很多台湾的佛教的大学、佛教的教义，很多长老都有去日本学习带回来。所以我们法鼓山的圣严法师也是去日本法鼓山的圣严法师在日本读大学，佛光山一些重要的长老尼宗的法师全部都是去日本读书我们也有一些的师兄去韩国学，所以各地都有他保持的佛法，非常好。藏传佛教不要说多少的经典，多少的仪轨，多少的保留的还有藏传佛教比较靠近印度的佛教，世界我们可以看它的影响它的你真的要看东西，你要看藏传佛教所以每一个都是很重要。所以我不能批评，我们不可以批评。我觉得法师说的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点，因为清净观这两个字，清净这两个字不但是出现金刚乘，还有先宗，比如说华严经，尤其是维摩诘经里面讲到本来其经，禅宗的六祖坛经、达摩的论点当中都有讲。秘密藏序也有。秘密藏序是金刚乘的最高境界嘛？那肯定有的。所以呢，那是什么概念呢？一切都关于清净。可是问题来了，我们最普通的一个社前的、一般生活当中出现的那些现象的，连他的优点都看不到，我们有没有资格谈本来清净的清净观呢？所以呢，现在真的要实践，比如说世入第一的事情的这个正确的看法。我记得您的你们佛光山的星云大师曾经说过，看法决定活法。所以这个正确正面的看法多重要。所以刚刚法师说无论是哪一个寺院，哪一个
这个传统佛教的传统，它都有一个针对性的，就符合当地文化或者当地情况，或者有一些特别的一些用意和它的优点，是吧？这个是我觉得是非常好，真的是这样。所以很多人不是这么看的，还是不一样的看法了。所以呢，我们不要今天不是为了批评其他人的观点，只是说是我们告诉很善意的告诉实际的情况是怎么一回事。是啊。所以呢，南传、汉传、藏传的这个3个传承各有特点之外呢，那我们现在西方，你去美国也就经常有去讲法吗？有。用英文有讲法。有英文讲法有。OK， 那你用英文讲法和中文讲法，那个对象的最大的差异是什么？差异是什么？哈，OK， 美国人太大了。文化有关系。OK。文化的关系 ，and 有的人为什么开始学佛的关系是不一样。美国人他是从一个心理学科学的方式看佛法，所以他们感觉重要是入定、打坐、禅坐是最重要。你要讲心性的关系啊，还是一些其他的，不是那么容易。慢慢来教他们，影响他们。OK， 好，他们可以相信菩萨，相信不同的佛。慢慢来，他们可以，但是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想改变他们的马上我面对的事情，所以他们要修任何的方式，我可以面对我的障碍。亚洲人啊，为的祖先，为的家里，为的不一样。还是可以修福报，因为他们已经了解福报是什么 ，and 它的终点了。对，我们说缘分和业力是最有用的一个跟亚洲人沟通的方式。是，特别是你说财神法，大家都来。对不对？观音菩萨的观点 ，OK， 很多人求子观音 ，OK， 没问题。美国人 no， 你要说这个会帮助你没有那么多 stress。没有那么帮助你的身体压力啊，对，所以这个是不一样，他们找的东西是不一样。找的东西不一样，但是呢，两个都不是佛法的核心啊。那你怎么讲佛法核心的慈悲啊、智慧啊、利他啊、空性啊这些呢？真正到这个点上面的时候，也有没有差别？没有差别，都一样。主要是接触的方式不一样，一开始的这个过程不一样。因为我们都是回来重要4圣谛、8正道、12因缘啊、6波罗蜜啊，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是相处的地方。还有我们都是佛陀的小孩啊。是，那当然是。那我现在可以问你一点敏感的问题吗？对呀。比如说，虽然是你是富二代啊，富二代可以这么说了，现在有富二代，那个叫什么星二代，什么二代都有了，我就富二代可以这么说了啊。藏传佛教，西藏应该不能说富二代，因为没有非富二代的基本上的一个环境，不能说他是富二代啊。但是呢，您呢就在美国，一个父母也信佛，那个年代，现在你也信佛，是非常比较相对少数的，所以呢，你确实是一个佛二代。但是呢，整体来讲的话呢，我觉得美国的宗教的，尤其是这个基督教、天主教的这个环境，现在倒是跟澳大利亚我常住的这个澳洲比较起来的话呢，美国是比较浓厚的地方啊，而且也比较积极甚至极端的地方。是。所以在这个环境里面，你们都是家人全部都是要学佛，有没有一种这个之间有些冲突或他们比如说邻居，这个其他亲朋好友，他们也不太理解和不太认同的地方？我真的很有福报。是。很多我年轻的时候朋友我认识很多各地的宗教的基督教、天主教什么宗教，慢慢来，
很多自然的都开始变佛教徒的。哦这个是另外一个故事。